聖本篤火車站大廳牆壁鑲嵌大約2萬塊精緻藍白色手繪瓷磚畫，由藝術家 Jorge Collazo 設計，上面繪畫葡萄牙發展歷史、戰役故事。車站喺1916年正式啟用，車站原址為16世紀嘅聖本篤修道院，所以因此命名為聖本篤火車站。車站鄰近波圖市中心阿爾梅達加勒特廣場，步行10零分鐘可以到咗穆斯塔或者羅林書店、哈利波特原作者